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乜乜 channel 嘅今日讀乜書。大家有冇試過一種感覺？明明你想同人好好溝通，點知一開口就變咗嘈交？又或者係一個社交場合，你想表達自己，但講完之後全場靜晒，尷尬到想考個窿轉入去。你可能會覺得係咪我口才唔好？係咪我天生唔識講嘢？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佢會徹底顛覆你對講嘢呢件事嘅認知。呢本書叫做《50堂最療癒人心的說話練習》，作者係大家非常熟悉嘅金牌主持曾寶儀。講起曾寶儀，大家可能第一時間諗起佢係曾志偉個女，或者係一個好專業嘅主持人。但係呢本書入面，佢並唔係企喺高位教你點樣做主持，而係用一個過路人嘅身份話你知，原來講嘢從來都唔係嘴巴嘅事，而係心嘅感受、腦嘅輸出，仲有你嘅態度。大家有冇諗過，點解有啲人講嘢咁有感染力，但有啲人講嘢好似讀劇本咁？曾寶儀喺書入面講咗一個核心觀念：同人溝通之前，先要同自己溝通。咁點樣叫同自己溝通呢？阿寶建議大家每日可以先問自己兩個問題：第一，咩事會令你發自內心感到快樂？第二，咩事會令你不開心？你可能會問，呢啲同講嘢有咩關係啊？關係大咯，一個唔了解自己情緒嘅人，根本冇辦法將自己嘅感受準確咁傳達俾人。曾寶儀分享過佢自己一個好深刻嘅故事，佢話佢細個係一個極度冇安全感嘅人，呢種感覺係嚟自佢單親家庭隔代教養嘅背景。佢20歲嗰陣，男朋友考到研究所，佢第一反應竟然唔係開心，而係驚佢成功咗就會唔要我。到佢40歲，男朋友去旅行，佢都會突然諗。佢返嚟會唔會同我分手？呢種莫名其妙嘅恐懼一直影響住佢同人嘅溝通，直到有一日佢停低問自己：等陣呢個諗法邊度嚟？佢開始抽絲剝繭，先發現原來係細個奶奶冇心講過一句：如果你唔乖，我就唔要你。呢個童年陰影變咗佢溝通入面嘅毒素。所以阿寶話：如果你想將話講好，第一步就要去挖呢啲無名恐懼。當你同自己成功溝通，放下咗呢啲負面思考，你講出嚟嘅嘢先會有光。咁除咗了解內心，溝通仲需要啲咩？阿寶話係熱情。你試下諗下，一個鐵道迷同你講火車，同一個 sales 同你 sell 保險，邊個吸引啲？梗係鐵道迷啦，因為佢有熱情。如果你想同人開始溝通，最好就由你最想分享呢樣嘢有幾好開始。曾寶儀自己係一個美食狂熱者。佢話如果佢想說服一個唔中意坐火車嘅人去旅行，佢唔會講火車有幾快，佢會講個鐵路便當有幾好食，入面啲魚係邊個漁港直送，新鮮到好似仲識跳咁。當你用熱情去描繪畫面，聽嘅人就會被你感染，呢個就係溝通嘅魔力。講到畫面，阿寶喺書入面提過一個好重要嘅技巧，講嘢之前腦入面要有畫面。佢以前演戲嘅時候，前輩教佢。如果你只係講我很難過，嗰種難過係好表面嘅。但如果你腦入面諗住一幅畫面，例如你隻狗仔死咗，你抱住佢痛喊，嗰種張力就會由你嘅表情滲出嚟。套用翻喺說話度，如果你想形容一嚿蛋糕有幾好食，唔好淨係講好食，你可以話佢食落去好似棉花糖咁軟綿綿，比雲仲要輕柔。當你嘅細節越多，聽嗰個人就越容易進入你嘅世界。但係溝通係咪淨係講就得呢？絕對唔係。阿寶強調，聆聽能力就等於說話能力。佢分咗兩個層次，第一係張開耳仔聽，了解對方需求；第二係打開五感去聽，觀察對方嘅身體語言。佢舉咗個例子，如果對方一邊聽你講嘢，一邊睇表、睇手機、望遠方，咁佢嘅焦點已經唔喺你度啦。呢個時候你再講落去都係冇效溝通。阿寶話最糟糕嘅溝通就係單向咁自顧自講，完全冇理人哋嘅感受。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問：如果我真係唔知講咩好，咁點算？曾寶儀喺書入面俾咗個好正嘅建議，唔知道講咩就先唔好講。佢話有時沉默嘅力量大過語言。喺主持雲門舞集嘅表演之前，佢會請2000幾名觀眾安靜5分鐘，去同嗰片田、嗰片天相處。嗰幾分鐘嘅留白，反而令到之後嘅演出更加震撼。喺人際關係入面都係一樣。阿寶以前覺得要帶俾人快樂，就要拼命講笑話，將時間填滿。
但而家佢明白，懂得同自己相處之後，同朋友之間嘅留白反而更自在。曾寶儀喺書入面仲分享咗好多佢主持生涯嘅血淚史，例如2014年嗰場音樂頒獎典禮，原本大熱嘅 EXO 竟然被一個新人組合逆轉，全場噓聲。當時阿寶雖然完成咗主持工作，但佢事後覺得自己做得好差，因為佢冇安撫到粉絲受傷嘅心。呢件事令佢明白，溝通入面最重要嘅唔係 SOP，而係體貼嘅心。仲有佢同爸爸曾志偉嘅關係，佢細個冇同爸爸住，爸爸對佢嚟講係最熟悉嘅陌生人。佢高三嗰陣決定寫信俾爸爸，寫咗3年，爸爸一封信都冇回過，直到有一封信佢語氣唔對路，爸爸先打電話嚟。嗰刻佢先知，原來爸爸一直有睇。佢話親情都係需要交情嘅，你願意花幾多時間，就會有幾多交情。影片嚟到最後，我想引用曾寶儀喺書入面最令我感動嘅一句話：溝通嘅初衷係愛，你係基於恐懼去溝通，定係基於愛？如果你同細路講唔讀書就冇前途，呢個係恐懼；如果你話讀書可以令你有更多美好體驗，呢個就係愛。曾寶儀喺呢本書入面話俾我哋聽，佢就係信息本身，佢努力活出嘅生命就係佢帶俾呢個世界嘅信息。希望大家睇完呢本書或者聽完我呢段分享，都可以嘗試去取出自己生命中嘅閃光點，用愛去同世界溝通。記住，學習講嘢其實就係學習點樣去愛自己，點樣去觸動人哋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對你有啟發，記得訂閱同分享出去。我哋下次再見。